各位親愛嘅香港市民，香港聽日就係回歸15週年嘅大日子。呢15年嚟，香港人真係走過一段唔平凡嘅道路。慶祝回歸15週年，其實就係香港人對自己成功嘅肯定。香港嘅成功故事係由一段一段由平民百姓默默耕耘嘅片段所組成嘅。我哋既冇一個宏偉嘅藍圖，亦都冇激動人心嘅口號。我哋有嘅就係務實拼搏嘅集體性格。香港係一個移民嘅城市，本來就係只有漁民同埋新界務農嘅原居民。市區嘅居民大多數係清末同埋內戰嘅期間移居嚟嘅。移民城市嘅性格，一方面就係掙扎求存、揾食至上，但另一方面就係追求自由，係冇包袱。我仲記得喺70年代初，我出任沙田政務專員，係負責開發沙田新市鎮。大家如果想知道當日沙田嘅景象，我建議你不妨去沙田圖書館，大堂有張舊嘅相，係城門河兩岸嘅一大片嘅農田。當時真係冇辦法想像沙田會變成今日咁嘅模樣嘅。喺開發沙田嘅過程中，無論係政府官員、鄉紳或者普通嘅居民，大家嘅目標都係一致，全力以赴，所以一個一個嘅發展計劃好快速咁實現。我仲記得為咗振興沙田本地嘅經濟，我哋招攬一家日本嘅百貨公司去沙田度開業。但係日本商人咧要求有個大型嘅開幕嘅活動，我哋建議喺城門河放煙花啦，與民同樂。雙方同意之後，我先發覺當時我只係一個小小嘅 D.O.， 但仍然要硬住頭皮單人匹馬去揾署理廣督夏鼎基先生商量。結果咧，我係成功獲得批准嘅。70、80年代嘅高速嘅發展，壯大咗我哋土生土長嘅中產嘅階層。香港社會亦都逐步咁擺脫咗早期移民城市嘅性格，而沙田亦都有初期嘅公屋、居屋為主，加入咗更多嘅中產嘅私人嘅屋苑。中產階層追求嘅不只是係揾食求存，仲要求民主、求自由、求法治。加上香港前途嘅問題困擾，中產嘅市民擔心香港嘅未來，結果咧引發咗移民潮。相信各位市民總有認識你嘅親朋戚友喺90年代移居美加、澳紐各個地方，但香港人冇因為咁而放棄，留低嘅人反而更加積極嚟建設香港。97回歸之後，香港人有咗呢個當家作主嘅意識，唔再以身處借來的時間、借來的地方去看待自己。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，我哋要處理好自己嘅內部嘅事務。大家情感上都對香港越嚟越投入，但係必定會引發出各式各樣嘅爭議，例如民主進程、政府政策、宏觀發展戰略等等。再加上亞洲金融風暴引發嘅資產泡沫爆破，香港經濟衰退，而沙士疫情每衝擊香港人，但係我哋血液裏邊仍然流傳住務實拼搏嘅性格。呢啲難關最終大家一一咁捱過。但係每當想起呢度，我總係想起沙士疫情嘅醫護人員，佢哋嗰種專業、拼搏、自我犧牲嘅精神，直到而家都令到好動容。05年我署任行政長官一職，07年我當選第3屆行政長官。當時身處嘅係剛復甦嘅環境，我為咗重建市民對政府嘅信心，提出推動各項大型基建嘅上馬，刺激經濟，創造就業。香港經濟終於重回上升嘅正軌。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，來勢洶洶，令我憂心忡忡。幸好我哋又有應對亞洲金融風暴嘅經驗，政府作出快速嘅反應，推出撐企業、保就業、穩金融各項嘅措施，穩定咗局面。但係全球化帶嚟咗貧富懸殊嘅問題，始終係冇辦法擺脫，而積累咗社會嘅怨氣。回歸15年，大家都走過唔平凡嘅路，有喜有悲，有
有上有落，有和諧嘅一面，亦都有爭吵嘅一面。但係總體嚟講，香港係喺發展過程當中，因為背後有國家全力嘅支持，15年嚟一次又一次咁克服挑戰，迎難而上。我好深信香港人嘅拼搏務實嘅精神係唔會改變。回望過去，我大半生同香港一齊呼吸，一齊成長。由一個政府2級行政主任開始，40多年嚟，一同咁經歷香港種種嘅變化。離任在職，的確有百感交集。我記得羅文喺《幾許風雨》有咁樣嘅一句：見慣風雨，見慣改變，盡是作自然。風雨過後，總有溫暖嘅陽光。香港就係咁樣走過嚟嘅。